后来乡亲啊，讲这个咖啡豆啊暗藏致癌的危机。美国加州伫2010-20年规定，这个咖啡必须要标注可能致癌的警语。研究嘛证实，品质不良或者是生果的咖啡豆啊，会产生毒素，危害健康。啉咖啡敢真正有可能会啉到毒素呢？咱就为咖啡豆啊烘焙过程了解真相。 一切烦恼拢为这场经过的日开始。美国洛城高等法院伫2018年3月份做出的判决，认为咖啡豆伫烘的过程中会产生化学物质丙烯酰胺，可能致癌。要求产品一定要写警告，和咖啡族开始烦恼讲，啉咖啡敢会真正啉到致癌的毒素。 大概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像一爆的时候它会生成烟雾，二爆的时候也会生成烟雾，但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最容易生成的。所以一般我们在烘焙的时候，我们很重要，其实我们这边有一个鼓风，会把这个烟雾经过静电抽出去外面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说我们在烘焙过程中我们吸进来，其实对烘焙者来讲也是一个身体上也会造成不好的负担，这样。所以一爆、二爆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现在是。对，是，它随着烟雾一起生成。 现场看咖啡豆烘的过程中，在温度慢慢升高的同时，记者伫现场对使闻到芳气，也就是棉啊反应产生的时刻。当这个咖啡豆氨基酸甲还原糖伫超过120度高温加热了后，会闻到芳气，色水嘛会变深，这个时阵就会产生丙烯酰胺。癌症研究总署吧，他们把它列为2A。 好，那2A 的意义就是说，动物实验确实它是对我们人体是有伤害。咖啡豆被烘得越黑的，那个越香的就会比较多一点。听起来有淡薄仔恐怖，不过啉咖啡敢真正会啉到毒素？我们的咖啡粉、咖啡豆，它有丙烯酰胺是没错，可是是微量的。 在一些温暖还有潮湿环境，就容易发霉，所以很容易受到一些赭菊菌的污染。这个是不是？哦，对，没错，这个你看，哦，就有个洞，虫蛀的。对，哎，它有点绿绿的。对，没错，它基本上虫咬进去之后，它这个伤口容易会感染发霉。 这角毒素就藏伫这表面已经生菇反青的咖啡豆内面，也有荷塘酒过出现酒糠的咖啡豆，同款嘛有潜在危机。这个豆啊，千万唔通食落去。吃进去最主要造成肾衰竭，它也是一个肝毒物，它也是个致癌物啦。那它也会制造流产，所以它是一个多系统、多器官的毒物。很浅。为咖啡店内面买到青豆啊，一般拢敬贵啊，将这品质无好的歹豆啊剔掉啊。不过正常咖啡豆一旦拄到温度超过25度，相对湿度伫18.5以上的环境，就可能产生甲壳毒素。也就是讲，买长期咖啡豆啊，要安怎保存，就真重要。咖啡豆若低温保存，确实较袂生菇，不过有可能会失去本来风味。记得一定要密封紧，因为大家知道咖啡豆。 我们煮完咖啡渣可以拿来除臭嘛，所以一样代表它会吸附周边的味道。如果你没有密封紧的话，哇，你冰到冰箱的味道出来就那个咖啡味道就很恐怖了，对，就很丰富了啦，对，就很丰富的味道了。 业者建议讲，若是放入像这款密封袋仔内面，就会使伫一般的室温下放2个月至3个月。一旦超过3个月，就要放入冰箱。上好分做小包装，一摆摕1包出来用。 从咖啡的烘焙过程、挑选方式，找出咖啡可能存在的毒性风险。但只要一天不超过3杯，不添加过多的糖，还是可以吸收到镁含绿原酸，控制血糖，预防糖尿病上升。